人生的境遇取决于自己的心态。所谓门槛，迈过了就是门，迈不过就是坎。有的事情让我们很无奈，有的事情让我们很无助，有的事情让我们很无语。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，能否挺过去，取决于对自己的信心。换个角度看问题，结果可能就会大不一样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